来，乡亲啊，继续来看这件，这是农业部农田水利署中华管理处，互人压了，公办80桌，开83万，伫咧上班时间食饭啉酒，佮邀请到中官甲地方人士到场，一道来敬酒，都袂输是顾这个条仔卡的大会，而且这笔的开销动用的项目有报假销的嫌疑。这个管理处的处长是出面来陪会，讲这个餐会是伫咧中昼休困时间来举行，有啉酒的同仁嘛拢有照规定来请假，这行销的科目的预算嘛拢有照规定，并无违法。农业部农田水利署中华管理处的工作人员伫咧餐厅的舞台顶发表工作报告，营务顶嘛对报告的内容咧放上画面，大卡是开80度，这拢是中华各乡镇水利小组的人员。谢谢。这场餐会活动，互人压了讲举办的时间是6月7、8、5上班时间，公务人员袂当食烧酒。中华管理处甚至搁办餐会，找农业部水利署署长蔡新富，搁有行政院中部办公室副执行长吴银玲，搁有彰化市前市长邱建富，拢有到场。压了的人搁讲，这场活动开83万，动用的科目预算唔对，有邀请农业部的主管就要用公用关系费支出，交代管理处的员工就要用员工的慰劳费。认为管理处甲3、4个科目预算难做伙，是要闪避监督。国讲管理处甲小组长的经费编4000多万，是甲小组长的经费当作是小金库。我们就用小组的相关的科目去核销。那同仁的部分，我们也是用食品的科目去核销同仁部分。那有关他提到了一些地方民代吼，那我们也是用我们的那个公共关系费的科目去核销。管理处公开支出的小目，一度是8000块，80度就是64万。活动的主持甲场地是25000块，游览车一只是11000块，15只车就是165000块，拢总83万。强调是伫咧中昼的休困时间进行。受到邀请的彰化市前市长邱建富嘛讲，绝对无违法的记录。小组长是无给职的哈，所以过去公家机关，包括我做市长以来，编列预算对无给职，咱拢一年一届这个交代旅行还是参会。管理处嘛讲，水利小组长因为年会较有，惊因的忝，才会请游览车来甲因载。若其他参加餐会的员工，若是要食烧酒，拢有照规定来请假，避免上班食烧酒的记录。Hello， 我是雷亚，想要抢而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